桃园市前市长郑文灿开1月起阿武白水上运动训练基地哦，本地是规划讲要提供选手训练，较大嘛要来发展观光。也毋过有媒体表讲，这基地是违建，搁定跳灯有漏水，真侪问题。伫观众的加油声中，今年11月，同选手才伫咧香港划船锦标赛摕到公开男组组8人单奖第3名的好成绩，拢是靠普通时周期性的训练，佮配合运动科学化训练的帮助。对选手来讲，像现在是属于冬季训练，其实就是希望能透过像全中运、包含全国运这种大型赛会，如果选手可以集中管理住宿的部分，这会比较有更好的一个成效啦。同时，划船成绩好。包括几多间学校，逐礼拜拢会伫咧即个阿武坪水上运动训练基地进行训练。即个3层楼的建筑物是前市长郑文灿时代开1亿左右起的，本来让予选手动训较大，同时发展观光。不过最近听讲，大楼是违建，还佫定定跳电漏水，无法度正常行训。当初阿姆坪水训中心，它在前朝的时候，它是这个地是水域用地，然后它也没有建蔽率相关的一个规定，所以镇市府在这个时候所使用的方式是用临时建物去提出申请。体育局回应讲，这栋建筑物伫咧水源保护区，当初是用训练选手公益的名义伫咧使用，提示临时建物的执照，每5年就要过去申请一遍执照，进行相关的检测了，结果再发照。另外，跳电漏水的部分已经请厂商维修，验收完成了就当开放使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